家己的布袋戏团三脉动2020年的布袋戏电影出顶半集了后，戏迷拢讲真好看，一直咧等精彩大结局。5月28总算伫咧家己县表演艺术中心放映。紧张精彩剧情来看戏的民众，大家拢看甲真认真。家己县三脉动独立制作的电影《如情似水》后半集正式公开放送。有民众炸红仔，甚至阁有人家己装作红仔的角色来看电影。这部影片呢拍得非常的好，然后老师呢就把有木偶的一些感觉或者是感情都融入在里面。就是有在关注三妹堂的活动，然后就有参与这样子。这出电影制作的时间拢总开8个月，所有的工课拢是团队的人甲志工完成，甚至阁有团员上过投入来带演。因为我在做造型嘛，所以我会用到一些漆类，然后再加上拍戏的时候还有一些粉尘，然后那时候我又替不想要戴口罩，然后就是导致太多的粉尘吸入我的肺部里面，导致变成肺炎。你只要看过自己的偶，还有自己写的故事，自己参与的呈现在大荧幕上，既然这么的精彩的时候，没有人会愿意放手。三脉动讲，疫情影响收入确实有受到影响。加在志工甲戏迷支持，才有法度完成电影。这是大家做伙完成的梦想，嘛希望透过这出作品，用无同的方式推动布袋戏文化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